来庆祝母亲节，那也同时来思念我们的妈妈对我们在生命当中所做一切美好的事情，也愿神在今天早上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。在开始分享之前，牧师要邀请你，如果你旁边是拿那个康乃馨的妈妈，你转过头跟她说母亲节快乐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感谢你，让我们在今天早上，我们一起来到教会当中，一起来敬拜赞美你，让我们可以在今早再次领受你新的恩典，也再次透过你的话语来使我们得着鼓励，得着帮助。也恳求你在今早我们一起来庆祝母亲节，求你赐福在每一个妈妈的身上，求你的平安、你的喜乐常与他们同在，也让我们透过母亲节来思想妈妈对我们的好，以及妈妈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发挥一切美好的影响力。求你让我们透过今早，不仅是来到你面前，也透过今早的整个礼拜当中，也可以感受到你的爱的同在。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们。当然今天是母亲节，有些人有邀请你的妈妈，一起来教会，一起来做礼拜。有可能有一些妈妈是邀请你的孩子，或邀请你的家人一起来，因为我们在今天我们的教会1楼、3楼，我们有特别布置了2个拍照的场景。那当然这个礼拜可以拍，下个礼拜也可以拍，那所以鼓励大家等一下礼拜结束，你可以一起去拍照。那当然你不只可以找你的家人，找你的妈妈，那一起拍照，你也可以找你教会当中你的属灵妈妈一起拍照。我想妈妈不一定是跟我们有血缘关系，特别我们在教会的群体当中，可能有某些人他在你的属灵当中很有帮助，对你的信仰的造就很有帮助，他也可以成为你的母亲，他也可以成为你的妈妈。所以你当然结束，你也可以找你的属灵妈妈或你的属灵阿嬷一起拍照。在这个拍照的过程当中，你可以一起来一起纪念。那说到母亲节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好母亲节礼物了，还是想好等下礼拜结束要去做些什么事情？我在脸书看到那个母亲节就会开始一些促销推销，我就看到母亲节档期居然在卖一个东西，就很有趣，它也庆祝母亲节，然后13万5卖的是推高机，到底母亲节买推高机给妈妈是要做什么？是买菜需要很不知道。有一个故事这样，就是有一个老太太，然后她年纪比较大了，然后她脚不好，眼睛也不好，然后就比较年老了，所以她有3个儿子，就商量一下说，母亲节到了要送妈妈什么礼物？大儿子就说妈妈这个身体不好了，然后一辈子都照顾家里，于是这个老大就想说，我买一个山中的一个很漂亮的大别墅给妈妈住，然后又请了2个佣人专门照顾妈妈。那第2个小孩他就想说，那我送妈妈一个宾士车好，因为她脚不好，然后有司机专门接送。那第3个小孩他就想说，这个妈妈是一个基督徒那他就送了一只鹦鹉给她。那这鹦鹉它是会每天都念圣经的OK。那于是过了几天呢，那个妈妈就写信给她的3个儿子，表达来感谢。那第一个妈妈就写信给她的老大说，这个山上的空气是蛮清新的，然后很棒，环境清幽。不过别墅太大了，就我想家了，想要回到乡下去。那他写给第2个孩子说，有司机很方便我都不用出门。但是他说他还是喜欢自己去买菜，自己去买东西。那他写给第3个老三，他就写给他说，鸡的味道很好吃。当然这是一个笑话，但是你看到，其实我们都在想说，到底要送妈妈什么？特别到母亲节或父亲节，或是到某些节日，就开始大家绞尽脑汁，想说，要送爸爸什么，送妈妈什么，送谁什么东西。但我想，特别在这样的节庆当中，每一年其实都会过，所以重要的不是在1年当中我们要准备什么礼物，或者是我们要预备什么，其实更重要是在每天生活当中，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家人，不仅仅是妈妈，为我们的家人，我们可以做些什么？为他祷告，
为他分担一些，其实那都是一个最棒、最好的礼物。而这样子，当我们愿意可以这样子做，甚至我们愿意可以分担的时候，我想这会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事情。所以我想今天是母亲节，牧师要透过这个圣经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分享，一起来思考。那当然，这个经文不只是对妈妈说的，也要对每一个在座你是做孩子、做子女的说的。所以今天牧师的每一个分享每一个段落之后，我都会给一句话给妈妈，一句话也要给做孩子的。让我们一起在今天的圣经当中，我们可以一起有不一样的学习，一起有不一样的分享。我们今天一起看的这段的经文呢，是在列王记上17章。那这段的经文刚好是一个以利亚先知以利亚，他要开始出来传福音的一个过程。那时候上帝呼召以利亚出来，那当时的国家是非常的混乱，然后有拜假神的问题，他被呼召出来，上帝指派他，到了一个地方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叫做一个叫西顿的沙勒法城。那这个城市有一个寡妇跟一个太太，跟他的儿子。那这个妇人她已经没有先生了，所以她在当时的状况，她是没有任何依靠的。当时的女生如果没有先生或者是没有家庭的依靠，她是很孤单的。所以她只剩一个儿子了，她什么都没了。而且当时是遇到一个这个干旱的时期，所以食物是缺乏的，资源是缺乏的。但是以利亚来到他们的家庭当中，上帝透过以利亚，如果你有机会往前看经文17章的1到16节，上帝透过以利亚行的神迹，让这个寡妇跟这个孩子的家中，他们得以饱足，让他们的生活所需是足够用的。但是没有想到，在这个非常特别的神迹，然后再看似从缺乏到有余，从缺乏到完全被补足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，让这个妈妈甚至这个家庭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打击。当然，当这个以利亚行完这个神迹，过了没多久，他们好像看似可以生存下去，但这个唯一的儿子却突然生重病，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，最后离开了这个妈妈。所以对这个妈妈是一个很多重的打击。刚刚说她没有可以依靠的亲人了，然后他们又在那个干旱当中，在缺乏当中，然后现在他唯一的依靠，他的儿子又没了。但是今天的经文，让我们好像看到一个非常无助的时刻。但是在这个无助的时刻，我们看到一个身为妈妈的角色，她表现出来的爱，以及她的回应。同时，我们也看到上帝的恩典仍然同在。虽然是一个很无助的时刻，但是我们却看到这个妈妈的角色就展现出她完全的爱，也展现出她该有的回应。同时，我们也在这个当中看见上帝恩典的同在。所以今天第一个牧师要跟大家一起分享，就是他最深的爱，就是妈妈最深的爱。第一个是无私的疼爱以及奉献，无私的疼爱以及奉献。刚刚我们一起读了经文，我们发觉在以利亚行了神迹之后，又过了一段时间，经文就这么记载：这个寡妇的儿子生病越来越重，最后病死了。寡妇对以利亚说：“神的人啊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待我？你到这里来是要使上帝记起我的罪，使我的儿子死吗？”原本是看似顺遂了，但却没想到来一个非常意想不到的转折。于是这个寡妇她看见以利亚而来，第一个反应是：你为什么来这里，让我们遭受这样的事？奇怪，以利亚不是才刚在他们家行神迹吗？怎么寡妇好像突然这个态度一个非常大的转变？在当时的观念当中，会认定说我身体出了什么问题，健康出了什么问题，或家里遭逢什么厄运的事情，一定是我过去做了什么错的事，以至于神明或者是上帝惩罚在我的身上。在当时的观念当中，就觉得一定是我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啊，所以上帝惩罚我。
一定是我过去可能不小心得罪了上帝，所以上帝惩罚我。特别先知以利亚代表是一个上帝的代表，所以他更认为，神人来了，先知来了，代表就是上帝来了。这个神人一出现啊，我的儿子就生病了。于是这个妈妈可能开始就想一件事情，是不是我做错了？是不是我有什么不够努力的？还是我有没有什么没有做到完全的，以至于我的孩子，以至于我的家产生了这么大的变故？其实这跟台湾早期很多人，甚至在一般的社会当中，还是很常有一样的观念，就是宿命论，就是一定我过去打义工，我过去这上面派系第二代际，所以现在是这样子。一定是我过去做了什么事情，一定是我不够努力，我没有为这个家庭做更多的付出，我没有为我的孩子做更多的事情，以至于我现在的孩子是这样，以至于我现在的家庭是这么样的这样子糟糕。其实这个妇人她不是要责骂以利亚，她其实不是要责骂以利亚，她其实更大的是在责骂她自己。这个妇人更大的是在责骂她自己，她说：“我怎么会把我孩子照顾好？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？是不是我没有做对什么事情，以至于是产生这样子的结果？”一个心理学家皮亚杰，他也是一个教育学家，他说：“孩子的世界是用母亲的眼泪灌溉出来的。”他说：“孩子的世界是用母亲的眼泪灌溉出来的。”我们在一个身为一个母亲，或者是我们说一个父亲也可以，一定是用尽心力在照顾自己的家庭，一定是用尽心力在照顾自己的孩子，但时常是自己受苦，省吃俭用，想尽办法把最好的给孩子，想尽办法把最好的给家庭，但是目的是为了让孩子可以蒙福，目的是让这个家可以变得更好。但是往往在那个过程当中，自己却承受了很多事情是别人不知道的。虽然这个非常深沉的爱是带有无私的疼爱、无私的奉献，是没有错。但更多的时候，在那个背后的过程，我们常常也在觉得，我是不是做的不够好，做的不够的多？是不是我的爱给的不多？我奉献的是不是不够多？这个妈妈反映出是一个这样的心态。他用眼泪在教导这个孩子，用眼泪在照顾这个孩子，因为他知道那是他剩下唯一的。但是在那个过程，他责骂自己，在那个过程，他好像在奉献的过程，在完全疼爱的过程，他好像让自己也好像在一个痛苦当中。但是上帝看见每一滴眼泪。今天透过圣经的话语，要告诉在场的每一个妈妈，上帝也看见你们的辛苦。上帝也看见你们在那个背后默默的付出，你们无私为家庭的奉献，无私为家庭的疼爱，上帝都看见你们每一滴的眼泪。上帝也知道那是一种无悔的爱。所以牧师要鼓励每一位妈妈，虽然我们很努力奉献，很努力付出，或许我们的家人感受到，我们的孩子感受得到，但是牧师呢要鼓励每一个妈妈，要时常温柔的对待自己。要时常温柔的对待自己。人有时候会用暴力对待自己，那个暴力不是外在的，不是那种拳打脚踢的暴力，而是常常我们会在内心控告自己说，我做得不好，常常自我批判，常常自我责备，对自己不满意，常常对自己太严苛。但是今天经文再一次让我们看到，在这个妈妈其实也反映出我们的一个心态。但是这个经文也告诉我们，温柔的人是有福的，他必要承受地土。因此，当我们可以先对我们自己温柔，虽然我们不断的付出，不断的给出我们的疼爱，但是也因着我们先对自己温柔，我们才有能力去分享自己那个美好的产业，我们才有办法去分享那个美好的土地。若我们的奉献、我们的疼爱背后却是不断的在控告、指责自己，
若背后的疼爱跟奉献，只是过多的想要让自己好像表现得非常完美的一个样子，那确实是非常的辛苦。但是牧师人要讲，我相信，也确信每一个妈妈，每一个人在你的家庭中，在你的孩子，你绝对都是尽心尽力的。上帝也看见你在这个家庭当中，在你孩子身上所付出的一切。但是我们仍然也学习在那个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学习我们也温柔的对待自己，我们也温柔的去善待自己。所以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，让我们也做孩子的，我们也学习珍惜并且尊重妈妈的付出，因为他们往往是在无形当中用牺牲的爱，才让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爱。让我们要不断的去珍惜，而且去思想妈妈在我们身上的付出，因为他们常常是在无形当中牺牲，是在我们没有看不见的时候，他在对我们付出。有人曾经统计哦，若要就是当一个妈妈，就是要付她多少薪水？就如果要成为一个妈妈的话，就早上起来。煮饭啊，然后洗衣服啊，买菜啊，做什么？有人就统计过说，如果要聘请一个妈妈的话，要聘请一个妈妈，有人算了一下，如果要聘请一个妈妈，一个月要给她5万块，就如果你要聘请一个妈妈在你的家里的话，一个要给她5万块。有人每个月给妈妈5万块的吗？没有人给妈妈5万块。但妈妈仍然是无私，而且是奉献她的生命在做这些事情。所以那不是一个用价值或用代价去衡量的事物。所以让我们可以学习尊重，而且不断的去思想那个无形默默付出的爱。所以在箴言第20章22节，他也说：你们要听从生你的父亲，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。所以在这里，牧师要对每一个母亲对你们鼓励说：上帝看见你们的每一滴眼泪，而且也在你们的无力、在你们的软弱当中，上帝是与你们同在的。我也要对在座的每一个你身为子女的，牧师要对你们说：我们是否有预备好足够的眼光，看到我们的妈妈、我们的母亲为我们所付出无私的爱以及牺牲？第二件事情，透过这个经文，我们一起来思考，他最深的爱是坚定的信心和交托。坚定的信心和交托。在这个经文当中，我们继续看，在列王记第17章的第19节，以利亚他就看着这个妈妈，跟这个妈妈说：“把孩子交给我。”以利亚说：“把这孩子交给我。”他就从寡妇的怀里把孩子抱过来，那带到楼上他住的房间，放在床上。于是以利亚向上帝祈求，向上帝恳求。之后我们就看见这个孩子又再次的得着一个生命。但是在这段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一个母亲，这个母亲她做了一件事情。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也发觉，当这位妈妈把她的孩子交给以利亚的时候，经文没有再额外的描述说这个妈妈说了什么，或者是这个妈妈又做了些什么。这经文就只描述说，这位妈妈把孩子抱给以利亚。我想以利亚的行动跟这个寡妇的回应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。就是其实有时候困难会帮助我们，会来到上帝的面前。其实有时候生命当中的一些困难，我们面对家庭的一些困难，面对孩子教养的困难，有时候往往是这些事情才带领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。而且唯有这样，才让我们知道一切问题的解答就在上帝那里。一切问题的解答在上帝那里。你看，当这个妈妈把孩子完全交给以利亚的时候，她才发觉，她把她最珍惜，而且是她最重视的这件事情，她觉得没有办法了，于是只好来到神的面前。而她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发觉，当她放手交托的时候，
上帝成为他唯一的解答，成为他唯一的解答。当他把他的孩子完全的交托，把他所最看重的完全交托的时候，上帝就在这个当中来动工了。我们知道，当一个孩子要出生的时候，医生一定会先把孩子的脐带剪掉，把孩子的脐带剪掉。但是往往在社会当中，特别在台湾的整个环境社会当中，我们有时候比较难把我们对孩子的期待剪掉。孩子出生要剪脐带，但往往是身为父母的、身为长辈的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把孩子的脐带剪掉。天下杂志有一次在做我看天下杂志，然后有一个在做亲子的一个报道，他就描写了现代有很多不同的父母，很多类型的父母，其中有2个很有趣，他一个叫做割草机的父母。割草机的父母他怎么描述啊？就是帮孩子铲除所有的困难，就什么事情都先帮孩子处理好了，好，把所有东西都处理好了，然后这个孩子就是走这个康庄大道啊。另外一个叫做直升机父母啊，那个父母就像直升机一样，在孩子旁边一直盘旋啊，四处盘旋，过度的介入，过度的保护，监视四周。当然，我们可以了解这样的背后的心态是希望孩子可以好，希望孩子可以有不一样的一些成就。但是，我们是不是时常还把那个期待留在孩子身上？我们是不是时常还是把那个期待不断的放在孩子身上，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放下，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交托，觉得他一定要长成什么样子，觉得他一定要成为什么样子。有时候不见得是孩子，有时候可能是我们在意的事情，有时候可能是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非常在意、我们非常认真想要完成的事情。我们会不会觉得就紧抓了不放，想要靠着自己的能力想要完成这一切？但是在这样天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，当这个母亲她把她的孩子交出来，当这个母亲把她的孩子交出来，代表她把她最深爱的完全交托，而透过以利亚的代求，也显明了上帝听见了这个母亲背后的信心。这个母亲把她最深爱的交出来，完全的交托出来了。而在那个过程，就看到上帝回应了他的信心，回应了他的交托。所以，让我们也一起在学习思考一件事情。但我们身为父母，我们必须要有教养的责任，我们必须要有养育他们的责任。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，特别身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把我们的孩子就交在上帝的手中？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把孩子交在上帝所引导的道路当中？箴言第22章第6节，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也不偏离。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也不偏离。18世纪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牧师约翰卫斯理，在他年老的时候，他在写他一些传记啊，特别他描写到他的妈妈，他说他的妈妈讲了，他妈妈就这么说，他说：当我在我的膝盖上为我的孩子们祷告的时候，我感觉我是在塑造未来的世界。这个约翰卫斯理的妈妈这么说：当我在膝盖上不断为孩子们祷告的时候，我感觉是在塑造未来的世界。这个妈妈完全的交托，完全的信心，而我们也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见证。所以，上帝把孩子或把任何的产业交给我们，我们也学习全心把孩子或我们所在意的这个产业也交给神。上帝放心把孩子把这个产业交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也学习一件事情，是全心的交在上帝的手中。
马丁路德他也这么说，他说信心不是看见，信心不是看见，而是将看不见的交给那看得见一切的神。他说信心不是看见，而是把看不见的事情交给那可以看见一切的上帝。这位妈妈，圣经当中看到的这位妈妈，在她完全不知道该如何，她最后选择把她那个最珍贵、最真爱的交出去时，就让她看见一个不可能的发生。在撒母耳记上第1章第26到27节，撒母耳的妈妈不断的在求说：“我希望有一个孩子，我希望有一个产业。”于是当撒母耳真的出生的时候，他妈妈这么回答：“他说，主啊，我敢在你面前起誓，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，就是我。我祈求我要得这孩子，耶和华已经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。”28节继续这么说，撒母耳的妈妈这么回应说：“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，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。”于是，在那里敬拜耶和华。看到一个妈妈美好的见证，看见撒母耳的妈妈，或者是这个在撒勒法的城里面的这个妈妈，美好的一个见证。当她完全的交托、信心、仰望的时候，上帝把她那个最珍爱的，上帝把她那原本看为最宝贵的，更提升了她美好的价值。所以在座的每一位妈妈们，牧师要鼓励你，你们是不是有时常把你所担忧、所忧虑的交托给神，并且相信上帝的计划是最棒、最完全的？我要对每一个身为子女的，我要对你们说：当你们看见你的母亲有这么样信心交托的功课，那母亲这么美好的信仰，这么样美好的品格，如何在你的生命当中发挥影响力？最后一个，牧师要跟大家分享，这个妈妈最深的爱，就是她用她不住的感恩以及不住的盼望。这个妈妈她不住的感恩，她也不住的盼望。在第17节最后的2节经文这么描写：以利亚把孩子抱回楼下，交给他母亲，对他说：“看啊，你的孩子活了。”寡妇说：“现在我确实知道你是神的人，上主借着你说的话都是真实的。”上帝听了以利亚的祷告，但也因着前面我们说这个妈妈的信心交托，使了这个孩子再一次的复活。但重点不是他复活，重点在于这个妈妈得着了喜乐，而且认识到上帝的信实。重点是这个妈妈真实的经历到上帝在她的家庭当中，在她的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事情，不是靠着她自己做的，不是靠着她自己努力的，不是靠她自己可以掌握的，而是单单靠着上帝的信实。所以这个母亲不再只是认识到有一个叫行神迹的神，不再只是一个可以让她家的食物那个源源不绝，然后可以非常得到充满的一个神，不是只有神迹的神而已。而这个妈妈真实的知道，哇，原来这个神的话语是真实的，这个神是信实的一位神，使他的生命是充满盼望跟感恩的，使他的生命不是只有停留在看到神迹才相信，不是只有停留在看见了才觉得哇，上帝与我同在，而是他在那个时刻他就说，原来上帝的话是真实是信实的。也在那个当中，他不断的产生了一个新的盼望，产生了一个新的一个看见。我想这个妈妈美好的见证，虽然后面没有特别记载，但我想当这个孩子再一次得着他的生命的时候，妈妈一定会跟他讲这件事，妈妈一定会跟他讲这个美好的见证，一定会跟他讲这个盼望感人的故事。天主教的一个神父卢隐他说，母亲是第一个用生命说故事给孩子听的人。他说，母亲是第一个用生命说故事给孩子听的人。今天的故事就是一个妈妈，她面对生命当中的难处，面对自责，面对挑战，
但是在经过交托、仰望之后，他在哭过之后，他继续用感恩、用微笑、用盼望继续撑起这个家庭，也让这个孩子真实的经历到，原来信仰在他们的家庭当中是何等的重要。原来有一个真实信实的神，就在他们的家中不断彰显美好的事情。所以这个妈妈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者。这个妈妈在她的这个家庭当中，成为非常美好的一个记号。所以，当我们学习像这个妈妈最后的回应，哇，上帝真的在信实，用一个感恩而且盼望的态度来回应。一样，我刚刚说那个约翰卫斯理的妈妈，她除了说她在不断用她的膝盖在为孩子祷告、塑造未来之外，她也说：“她说我无法每一件事情都照顾我的孩子，但是我可以日日为他们祷告。”让他们得着盼望，让他们得着从神而来的喜乐。这个妈妈说：“我没有办法什么事都照顾到，没有办法所有事情我都可以完成，但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每天为他们祷告，每天为他们祷告，让他们得着一个盼望的心。”所以在诗篇37篇第5节，这个诗人也这么说：“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”当把我们的事交托在给耶和华，依靠他，他就成全。所以牧师在这边也要鼓励每一个妈妈，上帝看见你不断的祈求，上帝也看到你的盼望，但上帝也会在适当的时机，让你经历他丰盛的应许。我也要对每一个身为子女的、身为孩子们说，我们也要学习这样子美好的信仰的榜样。当妈妈为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妈妈为我们祈求、为我们等待那个盼望的时候，我们也同样学习为她祷告。我们也同样为我们的家人祷告。为了那个照顾我们的人，为他祷告。所以最后牧师要分享，当然，我们知道妈妈的爱很深，妈妈的爱很深，但毕竟人还是会有限，会有软弱，会有疲惫的时刻。但上帝的爱是更深刻的，上帝的爱是更深刻的。以赛亚书第49章15节这么说：“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？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”上帝说：“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”妈妈可能会突然觉得忘记了，妈妈可能觉得会有疲惫软弱的时候，但是上帝说：“我却不忘记你。”上帝说：“我却不忘记你。”用我们人所有的爱。或许真的会感到疲惫，或许会感到有点难过，甚至可能觉得失望。但是上帝的爱却是无尽头，却是无止息的。上帝的爱是没有尽头，也是永无止息的。所以上帝的爱就如同母亲对我们所付出这样无私的牺牲的爱，但上帝的爱是比妈妈的爱更深。那是一个没有止息、没有尽头的爱，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，上帝仍然愿意爱我们每一个人，爱到底。不论我们身为是妈妈，我们身为是爸爸，或者是我们是在家庭当中，我们成为别人的子女，都不要忘记，仍然有一位爱我们的上帝，仍然有一位是爱我们无止境，而且是永不止息的上帝。他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爱的源头。愿上帝赐福我们，特别赐福每一位妈妈，真实每天都可以领受到上帝给你们的平安，上帝给你们的喜乐。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。今天要唱的回应诗歌是有人为你祷告。刚刚说通常比较多时候都是我们的妈妈或爸爸在为我们祷告，或者是我们的照顾者在为我们祷告。但
有时候我们也可能觉得他们对我们的付出、对我们的爱，我们已经觉得理所当然了。但今天我们反过来，今天是母亲节，今天是一个感恩的日子，为了我们拥有我们身旁的家人，献上感谢的日子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要唱这首诗歌，叫《有人为你祷告》。我们也要特别为了在座的每一个妈妈祷告，特别如果你今天妈妈坐在你旁边的，你要特别为她祷告，你要特别为她祷告，为她祝福。如果你旁边没有做妈妈的，那牧师也鼓励你，为了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妈妈祷告，求神赐福在我们教会当中，让每一个身为妈妈角色的人都真实的得到上帝的同在。我们先一起来唱这首诗歌，有人在为你祷告。